中新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面张伟明，继续来关心咱真正收了真好的这个疫情吼，咱看到讲真正较松透啊，今日已经是连续5天零确诊的本土病例啦吼，咱看到讲这个指挥中心嘛决定，在这礼拜开始有要放宽这款措施，尤其是咱讲过去咧讨论到底肺炎会当该小可提落一落，伫咧户外之后有豆来放宽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即阵嘛是牵涉到整个疫苗这个咱讲注射涵盖率啦吼。即阵已经超过这个57.47%，另外做完2当下嘛已经超过咱讲1成，已经来到13.14%啦吼。今日咱嘛看到讲 BNT 又过来27万单吼，咱嘛讲到这个行政院长苏贞昌本地画出来目标，伫咧10月底吼，咱讲爱注第一社爱到7成，第2档爱注到3成，这个目标有影淡薄吼，较近啦吼。另外，咱嘛讲到除了疫苗，上重要就是讲这个药啊到底有来啊无来啦吼。咱嘛看到讲即阵这个美国有出现着这个口服药啊吼，嘛正经要来伫咱市面上来去做一寡流通啦吼。另外，伊会当减轻着一寡这个大医和死亡率会当来到5成这尔济啦吼。但是咱讲咱嘛无咧输人，咱过去就这个清冠1号吼，这是咱这个汉药这个部分。伫对抗 Delta， 尤其效果真好啦吼。咱嘛看到讲清冠2号即阵嘛要针对着这个动静的这个部分来去做一寡推出啦吼。但是咧，咱整个这个规个这个变化其实咱嘛要好好来关心一下吼。尤其咱讲即阵。防疫咱真正做了袂歹，但是规个整个来讲，咱要甲这个目标，爱甲7成、甲3成这个大目标啦，其实也有一段这个大距离啦吼。安尼拢总算起来，嘛才差不多2000多万人拢做过咱讲这个社安尼尔也有一段这个距离，咱安怎来甲这个防疫做好势？透过节目，咱做回来对话。先来邀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咱们邀请台北市医师公会常务理事周宪忠医师了。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们邀请新光病院副院长洪主任。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咱们邀请卫福部国家中医药研究所所长苏奕忠。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所长啦吼。咱来看讲这回啦正有这个药啊要来咱讲会当好好来去推测一个，就是咱家己的这个制造的清冠1号和这个清冠2号啦吼。另外咧，咱嘛讲到这爱等下会好好讨论。另外就是咱即阵看到本土病例零确诊已经第5日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咱真正会当做一寡亲像讲疫苗啦还是讲这个肺炎等等拢有一寡咱讲会当调整的这个部分，先做来看。那今天本土的病例一样是0哈，从10月5号开始一直到10月18，我们一样维持2级的警戒。户外的部分是以每个人1米平方公尺，那室内的部分呢是2.25平方公尺的这样的一个计算。主播跟其他的工作人员如能保持适当的这个社交距离，那可以在拍摄的时候就不佩戴口罩。我们可以同意进香的部分。那这个限制还是先限缩在搭乘车辆这样的一个进香团的形式。那视听歌唱场所就是我们讲的 KTV， 好，那这个部分它原则性跟录影节目待业是相当差不多。那在餐饮的部分一样，我们只能开放饮水，好，跟非酒精性饮料。那另外除了这个短暂的饮水饮料之外，全程都要戴口罩。餐饮内用的部分，像在餐饮场所用餐，现在就不限制要使用隔板，而且也放宽了过去要求要有1.5公尺的间距。那另外在宴席的时候，可以离桌敬酒。先这是咱看到讲连续5日本土零确诊，咱会当有做一寡这个疫情，咱讲疫情政策的这个改变。咱们看到讲其实10月初5甲这个10月18也是维持着2级警戒但是有一寡咱讲袂当开放的这个部分，已经会使豆来去做一寡这个解放啦但是咱头拄嘛讲到除了这个开放，咱有望着疫苗，嘛望着这个肺炎。另外若是讲真正确诊，咱嘛望伫咧药物遮大的这个进步啦咱头拄讲到美国遮这个
个抗疫的这个口服药啊，嘛已经出来啊。另外咱头讲到大院死亡率会当降到5成，但是咱讲咱台湾嘛是输人唔输阵，咱过去就早前就开发到这个清冠1号啦咱讲到对抗 Delta 效果特别好。另外咧，咱嘛讲到东正，即阵咱阁有这个清冠2号的开发咱嘛整理到另外一个报道，先做来看。美国药厂默沙东初一宣布，因所研发的这个新冠肺炎的药啊，疗效真好，病情较轻到中度的患者食药啊了后，住院甲死亡的风险比无食药啊降低50%。Certainly, having this drug as another tool in our toolbox, but I think we have to be careful about saying that this is going to be a miracle. It's still no substitute for vaccinating the world. 专家强调，药啊会当降低重症的机会，但是疫苗也是要继续做。也若默沙东药厂会赶紧向当局提出紧急授权使用，申请的结果有机会伫咧几礼拜内就出来。目前包括香港甲马来西亚政府拢有意愿想要采购。咱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嘛回应，相关的定数拢在进行甲谈判。这些程序我们都在相关的程序都在进行中，然后我们事实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准备不过我们现在也在谈判中。同款是对抗新冠病毒的药品，台湾清冠1号去年由国家中医药研究所甲真侪间病院临床实验，成功治疗21名新冠肺炎的患者。今年5月，佮通过国内紧急使用授权。上新的研究发现，清冠1号毋但对抗原始武汉株有效，对抗南非株贝塔，也佮有印度株 Delta 等变异株效果佮较好。今年5月疫情大爆发了后，佮进一步改良配方，研发出清冠2号，有效改善重症患者肺部纤维化等后遗症。初步临床发现死亡率下降5成。银花、连翘啊、板蓝根之类的，它清热解毒的效果都非常的好。刚刚进入咽喉的病毒都有一个非常的很好的保护效果。处方的改良，那也给了这个清冠2号。那目前看起来，清冠2号呢，对于呢这个所谓的重症的死亡的比例呢，可以下降1半。研究团队表示，目前国内授权8间 GMP 中药厂制造清冠1号，未来会以摕到正式药证为目标。也若清冠2号的新配方，也有临床实验者的数据，按算会伫咧10月2日，国家中医药研究所的研讨会顶发表。记者综合报道。是咱看到讲，这个汉药这个基础，即阵嘛，伫这个全球真济国家咧去使用尤其是这个西医这个部分嘛是用真济啦咱来看讲这个清冠1号今年5月时阵就已经通过着咱这个 EUA 啦咱嘛讲到对抗这个病疫株非常有效，尤其贝塔过来是这个 Delta 针对着轻症头甲中度患者来去使用咱来讲到去年的时阵，咱本土的这个病例其实无介济啦但是针对着这个全球的这个变化，其实咱讲清冠1号发挥着伊真大的效用。继续，咱先来请教着所长咱看到讲清冠1号甲清冠2号即阵推测出来，全球到底偌济人咧使用尤其咱讲真正迄当阵疫情当咧兴的时阵，其实针对着咱的驻外单位，即个外交人员嘛是用真济，是不是安尼咧？是，即去年因为咱国内疫情较呢稳定所以患者其实较少。但是为去年10月就已经外销出去欧美，总共咱即马有8间药厂伊的即个外销的产品已经到40几个国家，所以咧国外使用的即个数量是非常济因为国外使用的反应会经过咱的即个商会甲咱驻外代表处回馈转来咱国内所以今年咧4月、5月才顺利咱嘛咧国内摕到即个 EUA 的通过，通过了拄着咱5月即波的迄个疫情所以咧国内咱拢总有15间病院共同来做即个会诊的即个案例的收集。所以包括咱新光病院三军总医啦，一个重要的咱国内医学中心拢有参与。收集的结果，咱最近已经分析出来对这个比较轻症甲中等症头的这患者反应真好。咱目标是咧阻止伊变做重症入去加护病房插管啦，这个过程看起来这数据是比这个国外默沙东的这药厂的药看起来有更较理想。第二就是因为今年重症患者真侪，所以
咧交互病房会诊的患者嘛真侪。咱分析大概100几个案例内底，我看到甲即个无中药治疗的即个西药组比较起来，因减轻即个死亡率大概是50%。哦，咧比较原来三军总医因为因收集的动静量较济，是除了三军总医以外，甲10间病院会整起来即个资料看起来嘛是拢在50%左右，所以即个数据应该是真可靠。是啦吼，咱嘛讲到吼，即个超过一半以上，安尼去甲吼投药落去，佫会当看到讲吼轻症。中度的这个患者，卖互伊踏入去这个动静吼，头拄啊，这个数字非常关键吼，就是讲50%的人食这个药啊，拢总有效果啦吼。但是咱嘛讲到，因为今年吼，伫咧5月遮吼，咱才通过着家己国内的这个紧急授权，这个背景就是咱本土疫情吼，迄当阵当咧开始佫兴起来这个时阵吼，所以咱讲到今年才通过着紧急授权的这个部分。咱嘛讲到清冠1号即阵也未伫吼，咱讲全球啦吼，共款拢是用着这个 EU 的紧急授权这个方式，当时会摕到这个药证，咱继续请教所长。阮是属于研究的单位吼，所以开发出来才交北京药厂因去生产制造。所以 EU 的申请是经药厂来甲咱卫福部来申请，所以是变做真正国内药证嘛是爱药厂去申请了，因的数据吼，当然阮会来尽量协助啦吼。因为这个疫情可能大家嘛希望会用咧愈紧结束愈好，所以进一步这个药啊吼，咧疫情结束了后，对一寡这个新的过去，譬如讲这个流感也好，吼，肠病毒也好，一寡病症其实应该拢会用使用，所以后壁的开发嘛继续咧进行当中。拄仔这个数据我小可做一个澄清吼。毋是讲50%的患者有效，是讲用这个药啊，原来譬如讲100个可能有15个这个原来无用会死亡，咱会用去甲减少甲譬如讲7、8个，这个减少变做50%。是咱咧预防轻症、中等症头80几%的患者，大部分拢是轻症。会咱咧防止伊变做这个重症进入加护病房去插管的这个比率。嘛是咧50-60%以上吼，所以这个数据看起来是清楚。咱会用互咱的民众知影讲，这个药啊呢，使用伊产生的反应，会用真放心来治疗这个患者。OK， 咱嘛讲到吼，这个清冠1号啦，其实咱讲这个内底汉药材非常济吼，内底有这个板蓝根也好，还是讲这个香青草啦吼。咱嘛讲到这个清冠1号上主要就是吼，伊的这个机转的这个机制伫咧吼，就是要防止着咱过去讲吼，这个 ACE2，互伊接收这个病毒的时阵，咱会当甲控制掉啦吼，卖互伊吼，这个咱讲轻症的时阵，互伊安尼一直侵入内底，所以伫咧吼有镜头的时阵，就来去投药啦吼。咱继续来请教所长，甲咱讲一下这个 ACE2 这个概念，会当控制伊讲吼，卖真正踏入去吼，咱讲动静这个部分。是病毒的表面吼，病毒伊有一个这个肌蛋白叫 spike protein，伊会去针对咱的迄个细胞顶管的 ACE2 接受器，等于讲一支锁匙拄着这个锁，开了，伊病毒就用走入咱的细胞内底，去复制伊的这个病毒。所以伊若入来这个细胞内底愈侪，伊复制的量就愈侪，身体后摆伤害就特别重。所以咱这个药啊吼，咱国际上做者药啊目标拢是去，互伊无法度侵入细胞内底啦吼。咱这个药啊，伊原来有共款这个作用。第二就是伊入来咱的细胞内底吼，咱内底有一个叫做 3CL 蛋白酶的物件吼，伊原来用这个药啊会用甲冻掉咧，互伊莫去帮病毒制造伊的这个复制的量啦吼，所以这个两个机转会用你来对抗这个病毒咧，咱身体内底入侵甲复制，所以会用你控制这个病毒来咱身体内底发展。咱莫沙东的药啊嘛是主要是用这个互病毒无法度去制造，伊产生一个假的这个制造的过程。第二就是咱的这个清冠1号有一个作用，伊会用你吼，互咱身体产生的迄个免疫反应吼。会造成这个细胞风暴的这个部分会用阻止，阻止了，咱身体就袂进入严重的发炎吼，所以咱临床甲基转观察起来吼，应该就是伊这个清冠1号有这个三个
8点的这个作用，所以会用咧比一般对抗病毒的效果更较好。是有影啦吼，安尼听起来真正是袂歹。所以咱等下当搁好好来请教讲清冠2号到底吼咱讲10月22的时阵研讨会当安怎来发表吼？咱搁来问到吼，这个口服药啊，这个部分，咱嘛看到讲美国已经宣布着讲吼，口服药啊，即阵嘛会当来去推测出来吼，这是咱讲的默沙东啦吼。啊，这个部分呢嘛是讲吼，对所有这个变种病毒拢总有效吼。未来2礼拜就会伫美国申请着这个紧急授权，若是讲批准着授权。今年底吼，就会当来去送啊吼。啊，其实咱讲台湾嘛，已经咧讲啊吼。啊，但是咱嘛看到讲旧年啦吼，亲像这个 Trump 也好啊，伊讲着吼，这个奎宁吼，咱过去咧治疗这个马拉利亚这个部分，伊讲真有效。咱迄当阵可能嘛买真济。啊，搁有咱讲吼，迄当阵嘛这个高株的这个抗体啦吼，咱嘛来做来吼注射来去使用。啊，其实搁有这个 Remdesivir 吼，这个部分啦吼，其实咱讲迄当阵讨论真济吼，但是倒一支较有效咧，咱搁来请教这个现状医师。是，这个吼，这个咱这个旧年的时阵吼，迄阵啊疫苗还未开发出来嘛吼，啊嘛无讲这个咱啊药厂要做这药啊吼，其实迄个时间拢无够久嘛。像讲这个临床试验嘛是今年在做第3期吼，其实台湾嘛有做啦吼，伫亚洲吼，台湾啦、菲律宾甲日本拢有做，啊伫国内吼，咱是伫台大病院甲迄个咱的迄个北立的迄个桃园病院内底有做啦吼。啊，咱做这吼，因为咱7月份的时阵，迄病例已经较少去啦吼，所以咱参加其实无偌济，但是咱有参加的时阵，咱有参加第3期吼，咱其实有咧优先去买迄个权利伫啦吼。啊，莫讲像讲咱顶届讲啊疫苗吼，咱敢若要买，敢若爱个排队啊买无安尼吼，这真重要，因为这是一个战略足重要的物资嘛吼。啊，头早讲到迄川普吼，迄个代志吼，伊做旧年吼，川普敢若讲哦，已经染疫啊啦吼，伊得了武汉肺炎嘛啦吼，啊就关起来嘛吼。啊，伊到尾讲吼，哦，食即个奎宁哦，足有效的啦吼。啊，其实吼，我讲一个故事互大家听吼，迄个咱。石油树吼，有一摆吼，阮去石油树甲因开会啦吼，这当然是别个代志啦吼。啊，结果开会，迄石油树的人来甲我讲，啊恁吼，恁倒去甲恁迄医师公会会员讲啦吼，讲吼，阮遮吼石油树吼，手中有真侪奎宁伫的。哦。吼，阮遮有足侪啦吼，啊，恁若讲有需要的时阵吼，咱这石油树会使免费提供，或者咱的迄个医疗院所吼去治疗病人啦吼，咱提供的当然咱就袂使甲病人收费嘛吼。啊，其实咧奎宁咱本来是咧做治疗迄个马拉利亚吼，咱台湾是较无啦，疟疾较无啦吼，但是会使治疗迄做 SLE 或者红斑性狼疮啦，嘛是用会着啦，但是迄个病是无做啦吼。我讲奇怪呢吼，啊，恁安尼遐尼济吼，成百万粒哦，安遐尼济安尼。来炖较济啦，啊，伊就讲吼，迄阵吼，就是迄川普讲迄真有效吼，所以咱吼就嘛是迄个超前部署吼，战略补助，战略补助甲买起来吼，甲买起来，啊，莫讲吼，若正经有效的时阵咱买无，吼，需要咱多个人嘛，啊，所以吼，即个代志吼，咱即马若讲。这个药啊，吼，已经3期的临床试验吼，也未完全结束，但是伊即马 EUA 若通过吼，应该是比迄个咱顶届讲即个或者吼，即个川普讲的即个规定吼，较有保障啦吼。所以讲吼，即马咧讲吼，我想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啦吼。因为咱知影讲吼，咱这像讲咱即马这流感啦吼，流感吼1918年吼，差不多是差不多200年前吼，200多年前吼，迄阵开始流行的时阵，迄2年内底吼。全世界吼1/4的人得病啦，啊，可能是差不多成千万人吼，还是偌济人吼，伊都过身去安尼，哇，迄足厉害啦吼。啊，另外，即马吼经过差不多200多年了吼，咱甲伊嘛是和平斗阵嘛吼，咱即马就想讲，即个病毒伊无可能无去，敢若是流感共款，啊，咱这 COVID-19 吼。可能嘛是甲迄共款，咱无法度甲消灭吼，伊家己无去，我敢若无啥可能。所以咱准备来讲吼，看会使甲即个或者流感吼共款嘛吼。所以咱即摆有做预防针，吼，咱即摆伊要开始10月初嘛，开始工会开始做。但伊有一个优势，就是讲伊有一个口服的药啊，吼，或者去流感啦吼。流感就是讲吼，咱若伫咧门诊看到的时阵吼，啊，小可有镜头的时阵，甲食落去吼，哦，食一工食2粒，啊，食5工吼，迄有效吼，会降低吼伊重症甲大院的。几率啦，所以吼，若有即款武器落去吼，咱若要甲病毒吼会使和平相处吼。除了讲吼，咱即马疫苗吼会使较较做较好吼，大家做较济以外吼，若有即个武器出来吼，对咱医疗的量能吼有真大的帮忙啦。因为咱伫咧门诊的时阵，一寡轻症的其实吼，都等于厝的隔离嘛，啊，踮咧厝像咱即马吼，若有讲有流感的迄个患者的时阵吼，咱的标准做法就是讲，咱甲做迄个快速采检嘛吼，啊感觉伊有，还是讲伊感觉足成的时阵吼。
咱就互伊这克流感吼，啊叫伊踮咧厝诶吼休息一礼拜，吼莫去公共场所，啊踮咧厝诶大喙炎，啊莫去学校，莫去上班安尼，啊过了若无啥物问题，伊就会使恢复吼迄个社交啦吼。但是咱这 COVID-19 是较无共款，是伊诶话搁较厉害啦吼，所以咱即摆吼嘛是爱想办法讲，你大家这流感安尼相处袂歹吼，因为咱流感虽然咱有即款药啊啦吼，啊个来讲咱即摆医学有进步啦，无可能像200年前安尼吼，安尼大家死亡较侪啦吼。但是咱嘛是逐年若有流行的时候，嘛有几啊百个迄个患者吼，嘛是有会大意啦，是有吼200-300有死亡啦吼。所以吼，咱即摆就是爱调整咱的心态啦吼。你若讲要吼，啊永远大喙炎咯，啥吼，咱可能吼，咱人吼带伫这地球吼，后摆就是吼变安尼一直落去嘛吼。而且吼，咱点仔大，咱即摆若外国人要入来，咱要去外国要安怎？其实咱爱甲迄个全世界爱一致啦。因为咱这地球村嘛，咱无可能讲咱家己活伫遮就真好嘛吼。所以这吼，迄个全世界若讲吼有一致的做法吼，大家吼拢会使像讲即摆甲流感共款吼，咱嘛毋是讲甲和平相处呢，咱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呢吼。但是咱会使去接受。吼，会使去接受，有一寡武器，所以这个口服的物件出来吼，是对咱讲吼要甲伊和平相处吼，真大的一个武器伫个啦。吼，是，咱嘛讲着吼，这个药物啦吼，真正会当出来啦吼，咱过去就有这个清冠1号，啊，即阵咱讲是这个美国这个药厂推出着，咱嘛是这个口服药啦吼，啊，咱讲吼真正，咱要希望伊这个 COVID-19 变做是流感化的这个部分。药啊，真正是非常重要。但是有人讲啊，有药啊就好啊，所以我无要去注射，安尼敢袂使？应该是袂使吼。咱讲这个 John Hopkins 的这个吼，咱讲吼，这个学者伊嘛有讲到吼，抗病毒的药物无应该被看作是咱讲注意防射的这个替代品，两个拢应该并存啦吼。另外，这个北京国民防疫协调官啦吼，伊嘛讲到吼，预防胜过治疗啦吼，因为咱讲食药啊。毕竟已经行到你已经确诊这条路去啊，所以进前你若是有疫苗先注落去吼，拢大丈夫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其实有的人若要问啦吼，到底咱讲汉药也是讲西药较好啦吼？临床上咧，咱继续来请教这个副院长啦吼，你安怎看咧？是，我想吼，咱在对抗这个 COVID-19 的过程中吼，头拄仔主持人讲到一个重点啦吼，就是讲应该是有3项代志吼，即马看起来就是讲头一项就是这个注这个预防针，这是一项吼。啊，甲抗病毒的这个药物，这第2项，啊，还有一项嘛真重要，我提醒大家就检测啦、检测啦，这3项就是讲疫苗啊、检测的这个方式吼，甲方法，啊，过来就抗这个病毒的这个药物，啊，尤其是讲疫苗吼，这预防针嘛是一个从基本一定爱做，因为毕竟就是讲预防针这就是 prevention 嘛吼，治疗了会使避免防感染，还是讲感染了会使减轻重症甲大院的机会吼。但是呢，你注预防针了后，咱要安怎去甲这个患者测出来？啊，这就要透过检测。吼，所以检测这个机制，我一直在咱的节目嘛讲过，过来最重要的就是讲，即马咱会使台湾慢慢清零，就是咱的检测的机制有咧发挥。检测发现种，这个人互感染。咱就较紧甲伊匡列甲隔离，吼，啊，互伊的这个病毒无法度个向下一个吼人去感染，对不对？所以检测的这个机制是非常重要，吼，啊嘛是爱继续落去。啊，咱即马头拄仔就是讲，我听到所长在讲的这，我感觉足欢喜的，就是讲，因为咱在抗这个 COVID-19 的过程中啊，咱即马不但疫苗这个预防针出来，而且即马佫看到讲这有这个抗病毒的药啊，吼，不管是西药还是咱这中药，拢有即马足好的一个发展。尤其头仔听讲咱这中药有足好的一个治疗的效果。我嘛感觉说是真欢喜的代志。啥讲？伊啊，就是讲你注意用下了后，万一不幸啊，若是讲检测出来啊，你嘛是讲突破性感染的时候，无要紧。你到病院的时阵，有咱病院的医生，包含这个西医啊，甲中医会。根据你个人的体质，吼，啊，若需要用这清冠1号，吼，啊，伊就去甲你调配啦，吼。所以我感觉讲，咱的民众嘛，唔通听到讲，啊，这中药，吼，安尼会使来治疗这个吼 COVID-19，吼，啊，独自己讲要去药行去掠这药啊，我想嘛唔是安尼哦，大家要注意哦。这嘛是讲，但是你去病院的时候，咱病院拢有中医师嘛，像阮成功病院，阮嘛有中医部呢。啊，即马就讲呐，这个 COVID-19 患者大入去，阮就会会诊，这中医师讲，啊，你来小看者，啊，伊若讲看伊的体质有适合的时阵，啊，就用清冠1号来配合来甲治疗，啊，就降低伊变重症甲死亡的这个几率嘛，所以我咧想讲，即马咱的民众慢慢有一个认知，就是讲，即马咱不但有这个预防针，不但有这个检测的机制，我即马佫看到这哇，年底出侪这
这对抗这个病毒的这药物一直出来，吼，所以我想咱即马慢慢有机会啦，我认为啦，吼，应该咱这预防车这两剂啦，做到每一个百分比了后，吼，应该明年吼，咱慢慢甲这个病毒。吼，会使共同来和平来斗阵的机会吼，应该是愈来愈大啦，愈来愈大，愈来愈紧哈。咱望即天真正赶紧到啦。哈，有人讲哇，清冠1号、清冠2号，哇，听起来吼不离啊赞吼。我头拄啊，亲像咱讲啊，这个副议长所讲的，咱敢会当去咱讲吼，这个药房内底吼，家己去夹药啊咧，应该是袂使吼。咱嘛看到讲有汉医师吼讲到吼，这个中医的治疗嘛是爱针对着这个个人的这个体质吼，药物配方调整吼，千万唔通家己去这个汉药行家己去拆药啊啦吼。啊，咱嘛讲到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咱头拄嘛讲到吼，内底有这个板蓝根等等啦、鱼青草，哇，这大家看到哇。真济这个药草吼药材啦吼，大家想讲哇真牛啊！过去咱讲吼，咱台湾就去这个汉药行吼去拆药啊这部分，千万唔通，咱继续来请教这个所长，是安那唔通咧？因为这是一个急性的病症啊，所以急性病症呢，有当时啊你诊断无正确的时阵，你去摕药啊，无对症，等到会妨害这个病症的治疗。是啊，咱急性的病症，佫有一个要点，就是讲咱希望医生用来判断了，用足准确的来抓这个药量，来抓这个药味，安尼才有在来解决这个问题吼。啊，所以若阵讲，咱家己去处理这个问题，有可能会耽误到这病症啦。OK， 吼，所以这是一个要紧的观念。是啦吼，咱嘛知影这个清冠1号、2号，拢是一款这个科学中药啦吼。啊，咱嘛讲到伊食的这个部分吼，其实拢是爱经过医师的这个诊断吼，千万唔通咱头拄讲到，咱头拄讲的这药草药材哦，你讲你捌，你就去这个汉药行去拆药，千万唔通吼。但是咱嘛讲到，这拢是经过着吼，这个临床试验，即阵是通过这个 EUA 吼，经过授权吼专案来去做一寡这个制作啦吼。未来咱讲吼药厂的这部分嘛，这爱积极来去申请着一寡这个药证。头拄咱嘛讲到吼，这个清冠2号即阵咧推测吼，会当吼适用伫咧重症吼，这个接近重症的这个患者。有当吼会当真有效去改变因的这个细部的这个纤维化吼。10月22吼，咱继续来请教吼。10月22，咱重大发展的是啥物咧？继续请教所长。10月22其实是阮这个研究所的所请啦吼，啊，所以阮迄天有安排这个学术讨论会，也迄个时间内底会甲这个清冠1号、2号相关的研究，包括呢为5月初1甲8月中这个期间所收治会诊的患者。临床资料会甲大家做报告。啊，另外一方面呢，因为咱爱有真好的品管，甲这个药啊吼，迄个基转的研究，所以咧这个时间内底，包括清冠2号啊，对于这个动物的试验，甲这个细胞平台的试验内底吼，咱了解讲伊的作用的部位、作用的迄个效果，大概拢会用真清楚来产生这个研究的结果出来。啊，咱大家过去关心讲重症的时阵，是毋是会有这个细胞的血栓然后细胞的这个纤维化这个问题表现。啊，即摆阮咧临床看起来，患者治疗效果非常的好。啊，咧动物的试验内底嘛，看到讲对这个动物的这个血栓吼，解毒的情形嘛，非常的明显然后，所以我想用你互大家了解讲，这个药啊咧进展中间。科学的这个严谨性吼，有做了非常的这个严谨啊，所以大家用你放心用来看这个结果。有啥物咱讲吼，这可能是咱讲台湾真大这个亮点啦吼。咱讲吼，自无吼，甲有药啊，甲清冠1号、甲清冠1号、甲清冠2号啦。恁中方内底吼，这个拍拼的过程，佫小甲咱讲一下。尤其咱讲开发药啊，咱过去咧讨论，咱讲吼国家卫生研究所，因嘛有咧做这个 Remdesivir 吼，安怎去做一寡吼这个药啊这个开发。啊，但是咱讲这个汉药的开发，其实咱过去就有一寡这个基础甲传统伫啦吼。所以咱讲开发者虽然有开一寡功夫，但是咱吼照着过去的基础，就会当大发展安尼。是这个西药的研究吼，咱普通拢为迄个纯的化合物啊，一直行甲动物试验、安全性试验，一直甲这个临床试验啊，过去拢爱10几年的时间，所以咱看到即届国际上药啊，大概拢用旧的药啊吼啊来转用啊来申请试验了申请 EUA。所以这是一个较紧急的状况。啊，中药有一个好处吼，就是因为这药啊，咱大家拢已经咧民族内底吼啊，应该讲这个除了咱华人以外，包括日本、韩国、东南亚，
国际上已经使用拢足久的。所以咧临床上用直接根据中医的原理加西医科学的这个调整了吼，咱能进入临床。所以即届一开始的试验拢是为临床开始，发现讲这个临床的效果真好，才开始甲需要为各个病医的药局制作药啊，变做一个统一药厂来制作标准化的过程。是，所以这个过程内底，甲过去吼爱非常长的几啊年甚至10年以上的时间，缩小甲咧半年内底，就已经会用咧产生这个结果。是，所以不管清冠1号、清冠2号，还是讲后摆针对这个感染后的这个后遗症的处理。大概拢有这个共款的模式来做开发。是。这个过程内底其实要让这个农产品变做有统一标准控制的一个药啊，其实无遐尼简单。大家已经知影讲吼，咱高丽菜平地甲高山的都无共款。茶米咱的丘陵茶甲咱高山茶是无共款。所以伊采收的迄个季节也好啦，规个咧制作过程吼。所以现在讲，咱民众家己去贴药啊，有当时啊，这药啊的迄个标准，伊的效果无稳定，所以这时会影响到治疗的效果。所以这时爱行入去这个药厂的科学性的制作，才有才互这个安全性甲效果性会用统一起来。所以过去上困难的解决，包括即马清冠2号的解决内底，上困难的嘛是这个标准性、标准化的部分。是应该这是咱全世界第一届甲这个中药护方吼，做遐尼标准包括伊的品质的标准甲有效的标准，做伙做出来，这应该是全世界第一届的产品。有影啦吼，所以咱讲到吼，这个咱过去都有一寡这个汉药的基础伫咧吼，相信伫咧未来啦吼，咱真正望着吼，虽然有一寡这个确诊部分，但是透过这个汉药的这个部分，咱拢会当减轻着真侪种这个镜头啦吼。所以咱看到讲未来咱讲到全球疫情，即阵吼全球拢做这个咱讲疫情政策的大调整吼，咱看到讲美国也好，是讲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就是咱台湾吼，嘛是共款吼，拢爱面对着这个疫情的这个变化。咱即阵吼有疫苗啊，有药啊，咱吼嘛有这个肺炎的这个保护等等吼。所以咱讲整体的这个政策，也是讲这个防疫的，也是讲封锁的这个概念，有小可吼嘛是要对着时代来去做一寡这个改进甲转变。另外，咱来讨论讲吼，顶礼拜的时阵，咱看到讲注意风险的注价吼，咱讲 BNT 吼，其实是爱透一寡吼，咱讲吼这个盐水啦吼，但是咱看到讲伫咧三甲吼，这个温子宫病院，迄当阵是互掠着讲哇无去透烂吼。另外，今仔日佫发生一件代志，同款是注意风险，这是啥物？这是台中的这个吼仁爱病院吼 ，AZ 的量吼注无够吼，这是啥物情况？咱先做来看。致40余位民众接种剂量错误。院方已经成立专案小组，紧急通知民众补种及关怀追踪。目前卫生局已对该院接种公费疫苗停权处分，后续待该院调查结果厘清后依规办理。有影吼，咱看到讲吼 ，BNT 吼无透，咱讲 AZ 即阵个注无够啦吼，这是其实咱看到讲，台病院因咧注意防啥进前，拢爱吼严格，你爱读过啦吼。咱讲吼，这个标准是啥？标准啥？你照这个 SOP 来去遵照吼，应该是无毋对，但是是安怎发生即款的死角差，咱先请教周医师。是，咱这发生这个问题这实在是咱感觉真不幸艰苦啦但是这个问题其实伫咧国外人咧注意防下，其实嘛伊发生过啦加在是讲安尼资料那这个发生这个代志这个咱迄个一般去注着这注册注照这目前是无讲有啥物大问题啦但是这个事件内底发生的时阵其实受害毋是敢若向助遐个人呢。咱去助遐医护人员遐出来准备的人，其实伊心理上嘛会受伤害的。那么爱去遐关怀这一定是无有死角差伫咧倒位倒一个迄个毋对去像阮顶礼拜阮去迄个咱学校共住迄个预防社咱就分讲有分组啦因为咱这较无交班的迄个问题啦因为伊若讲一个注射站规日你无可能讲人
对早甲暗暝的嘛，一定会去交班的嘛，吼，啊交班吼都爱真顺利。然后阮咧住的时阵，阮是讲，一个下晡还是一个早起，这共一组的人马伫咧内底吼，这较袂唔对去啦。因为阮就是讲吼，第一区咱是健保卡，第二区就是咱要吼要安怎去抽射吼，要安怎甲透淋吼较迄个较淋迄个盐水入去吼，啊一项，咱的人啊抽的人吼，拢一步一步啊住的人吼，啊佫有急救的迄个，咱拢甲准备啊真好势，啊结束了吼，啊就吼看讲若无代志，咱就来走。但是吼会发现即个吼，比如讲伫咧迄个用珠龙病院，迄是一个注射站，啊这人仔的病院可能是咧医来，咱唔知影啦吼，反正吼伊迄一定是有交班的问题嘛吼，啊这交班的问题吼，都真重要。像讲，咱来讲一支机关的，你迄一支吼，100爱注0.5，啊你若注0.1的，0.1，咱即摆遐尼济社内底，敢有倒一支社是注0.1嘛无咧？那是注0.1，咱的这个疫苗涵盖率应该冲真紧哦。是啊，因为你要知影讲吼，咱即个人吼，咱抽着吼，摕来咱甲抽好势啊，我住的人吼，真少会过去看，所以吼一项一定爱吼安搭较好势。啊，即个吼要甲即个吼迄个唔对的所在吼，即失觉在的所在爱甲找出来。啊，找出来了吼，大家来互相学习吼。啊，即共款的迄个吼唔对的所在吼，莫搁发生啦吼。啊，搁遐医疗人员吼，伊其实是抱着吼，即要来付出啦吼，要来吼，甲咱国家奉献吼。结果唔知安怎出这问题，其实伊嘛会真艰苦的吼。咱嘛爱甲关怀啦吼，莫叫因吼啊，你们甲安慰者吼，这可能唔是个人的问题吼，是一寡吼，敢若系统吼，爱甲伊甲处理好势。后摆呢，咱搁咧做的时候。共一项代志袂使搁发生啦，嘿啊，啊加在是遮的吼，伊去用住着迄量济量少的吼，量少的当然是较无安怎，就搁补助嘛吼，啊量济吼，啊即摆观察起来嘛还好，啊伊个咱咧外国吼嘛是捌 BNT 吼，嘛是捌做迄个无透过嘛是较无安怎咯，但是这嘛是毋对的代志吼，咱嘛是会惊讲后体质来安怎，所以吼咱即摆爱甲这代志找出来吼，啊嘛爱关怀遐医疗人员咯，啊当然迄个向住毋对遐个人。吼，爱甲顾好势啦吼，安尼咱有信心啦。啊，干嘛加在讲吼，你即摆伫咧做 BNT， 咱顶咧讲讲，哇，迄囡仔拢敢若宝贝吼。万一若做 BNT 哦，有发生啥物大代志的时候，我想足侪人伊就讲不爱做啊。啊，加在做到即马吼，敢若新尖的尔啦。啊，这是安尼开始不影响的大型啦吼。啊无吼，你即摆若讲有啥物动静，还是像讲咱正在咧做 AZ 啦，像摩登来讲有人死亡安怎？哦，开玩笑，可能吼后摆学校吼可能发动停啊。嘿，对。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注意风险真正啊，针对着这个医师也是护理师人员来讲吼，拢是一种压力吼。但是咱讲爱提起着搁较吼顶真淡薄啦吼，会当避免着这情形。咱嘛讲着吼，即阵全台湾吼，甲这个10月初4吼10点的统计吼，咱已经做1600万外档啊吼 ，AZ 的部分已经来到900多万档，另外莫德纳400多万档吼，高端者嘛突破着100万人吼。咱讲 BioNTech、BNT 者吼，嘛是超过着160万的吼，咱讲注射啦吼。啊，目前的这个涵盖率57.47%啦吼。啊，咱讲吼，这个已经嘛超过有这个10%吼，13%的人吼已经做过2射啦吼。咱的这个吼差距也有一丝啊吼，咱那个算起来吼，咱个啊需要29.39吼。拍的这个预防射差不多吼，咱讲要接近咱台湾2300多万人哈，这个部分吼，也有一丝丝啊这个距离。但是咱讲疫苗嘛是吼，豆咧入啊吼，虽然速度无紧吼，但是咱讲疫苗自5月做到即阵啊，是安那个会发生咱头拄啊讲的这个事件这个部分吼，针对尤其咱副院长吼是咱讲病院的这个管理者吼，咱咧做疫苗的时阵有特别去甲咱的这个所有护理人员还是讲医护人员讲啥物爱特别细腻的无？是，我想吼，咱这边这个预防射这个注射的这个作业来讲吼，其实就是爱恢复到咱病院的这个规个吼医疗品质的管理的这个作业来啦吼。其实病院咧做这个医疗品质的这个管理是真严格咧处理的吼。就敢若讲这边做这 BNT 这个代志来讲吼，事实上吼，你若是讲，你就是讲专业的这分组哪个分得好吼，比如讲头的一组 ，OK， 吼啊头的这组吼头进前甲头了后，你爱个大纸来去吼，顶头写时间，吼啊就写讲啊这已经透好啊吼，啊日期啊，就是讲透进前啊透了后啊这一组的人吼，啊另外一组的人就专门咧抽药啊，一支抽，啊这就专门咧抽药啊，是啊另外一组就专门咧做的吼，啊伊甲空的摕转来交换，这已经抽好的啊落去交换，所以分组分得好，3组都袂死甲惨嘛吼，啊第二点就是讲你咧
这个抽药啊的过程中间，啊要搁注射的这个过程，拢爱3毒5对嘛，就是讲搁问一下，啊搁确认一下，啊两边大家搁 double check 一下时，啊都袂有即嘛，这个像这个顶摆这个文主讲这个病院会发生吼，这个医疗错误的这个问题嘛吼，就敢若讲今日这边这个台中这间病院这个状况嘛是同款啦，就是讲，因为这就是讲。大家在3毒5对这个作业顶头无按照这个 SOP 去行的时阵，啊有时啊吼，咱这个医疗人员吼，逐工的这个头路遮多的时阵，难免的有时啊就死甲早去吼，啊有时啊就轻忽掉了，啊就会发生即马这个状况。所以我即马就是讲，不管哪啦吼，头拄啊迄个就医师讲的无毋对，就是讲咱对这个医护人员发生这种状况，咱莫去啊苛责啦。为虾米？因为大家拢是为着国家好，要甲这个预防下这个作业嘛做的好吼。发生问题最主要就是要检查讲咱的这整个规个这个 process 啊这系统是倒一个所在出问题。检查完了啊，就是以后咱就是用一寡机制去防止，吼叫防呆机制。吼，甲这个机制甲设计落去的时候，就是讲互伊袂去死甲惨。啊，咱就按照这新的 SOP 落去行。啊，而且因发生这个状况的时阵，伊爱甲这个状况的过程。啊，要安怎改善？甲写出一个报告，啊嘛，互大家全国的这医疗院所落去看，啊，大家就去提高警觉嘛。就敢若讲，顶礼拜发现这个文主讲这个代志了后，你知影无？全台湾所有的病院，包括阮病院内面，阮都搁重新搁安那，搁 check 一摆，讲啊，咱家己的有这种状况发生无？所以我相信 BNT 这个事件应该都袂过第二件。为虾米？啊，都有头前的人做唔对，互你看，啊，你搁。第一做唔对，这机会就变较少。所以咱医学就是讲，有时啊，咱医学的问题就是讲，咱无法度讲，吼，因为医学有一个叫做医疗的不确定性啦，吼，啊，这不确定性有时啊，就是会发生，就是讲像这个文中这个病院，你若是无去注意的时候，啊，有时就会发生，啊，但是无要紧，你发生咱就记录起来，啊，后壁人就袂去重复这同款的唔对的所在。啊，我感觉这是上重要一个代志。啊，咱来甲医护人员来。加因鼓励一下啦，啊，当然发生唔对，较紧去甲改过来，安尼就应该是好的代志。有影即个破网啊报起来后，后摆咱讲台湾就袂阁发生即款的即个代志吼，所以咱看到讲，即阵 BNT 吼无透蓝的即个事件是讲 AZ 量注无够啦吼，紧解决都无代志吼。但是咱嘛是爱陆陆续续观察着讲吼，未来即个吼注意防下的人因身体的即个状况吼。咱头拄嘛讲着吼。有即个咱讲清冠1号、2号，佮有即个美国即个口服药啊，这是药啊即个部分。另外咱头拄嘛一直讲着是咱即个预防下即个部分吼，安怎做啊做偌济啦吼，这是一直咱上关心的。即阵咱看了吼，即个资料是即个 Our World in Data 啦吼，这是我家己去拣吼，咱看到讲吼，即个咱选着吼一寡即个国家吼，亲像讲新加坡吼。即阵因的这个注射率吼差不多被80%啦吼，另外这个加拿大这个部分7%吼，啊这个中国吼伫遮嘛7%吼，咱来看到邻近的这个日本遮，因注到差不多71%啦吼，另外咱看到讲这个较青吼，这个部分较深的这个青色的这个部分60%是已经拢是 fully vaccine 吼，就是注过2档下吼。咱台湾其实咱头拄讲已经13%，这个数字是来自10月初2啦吼，所以咱讲可能遮要改做13啦吼，啊44%还是讲57%啦吼，咱讲。所有的人已经住过吼，咱有占56%的这个人吼，安尼比较起来吼，咱阁有比较一寡这东南亚的国家，这个泰国42%，越南是这个越南吼，即阵嘛住差不多34%吼，但是因即阵嘛住真紧吼，因为这个疫情的这个变化实在是真吼大啦吼。另外就是讲这个印尼的部分。其实是住较少，另外菲律宾遮吼嘛是住较少的啦吼，所以咱看到讲疫苗涵盖率是咱一个非常重要这个指标啦吼，就是讲咱到底。什么时阵会当完全这个防疫政策会当搁较松一个吼？尤其咱看到讲，即阵政坛有人吼用到这个医学问题去做一寡这个文章啦吼，安尼到底有通啊唔通啦吼？咱等下好好啊讨论。另外，咱即阵嘛要来带大家看讲，10月初5开始，吼，咱疫情真正本土加零5天啊啦吼，所以咱一寡这个政策有一寡大改变吼，亲像讲收水敢着爱挂嘴啊，马上开始是唔免吼，先做来看。天色拍普光，尤其是伫西亚湾的沙坡活动筋骨，也未落去水进前，拢爱挂嘴暗，收起来也爱随挂起去。不过，这个禁令对初5开始会放令，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放令标准，民众若准去山里海边啊活动的时阵，会当免挂嘴暗。起来先挂吼，口罩先戴面，戴面的作用就有差，啊，等下就长年啊嘛吼，所以咧开用以后，免这割掉嘞吼。方便啦，还好啦。现在变成说，
有时候戴习惯了吼，不戴反而怪怪的。现在放零对民众来讲是真欢喜，爬山的民众也真认同，因认为疫情渐渐得稳定，爬山的民众会变较济，甚至有的时阵也是会下定定。我觉得现在的那个疫苗覆盖率还没有那么高，我觉得没有戴口罩，我觉得是有。 其实我觉得蛮危险的，会错身而过嘛，你很难保持距离啊。对，尤其礼拜六、礼拜天人又更多。你跑看看就知道了，都湿了啦。而且你就摸起来，你又不能呼吸。虽然的限制放零，大部分的民众拢真认同，不过也是有人烦恼讲会真歹控制。指挥中心表示，民众也是爱随身拢罩嘴暗，人较济所在也是爱随挂起哩，袂使无挂嘴暗。记者综合报道。 是啦，讲到这个挂喙炎这个问题啦，咱过去嘛有讨论到底什么时阵真正会当较松透的。过去咱讲何必向教授有讲到咱趁这个时阵9月底到10月初这个时间，尤其虽然天气转较秋晴但是这个日时的时阵也是真热啦透过这个时间，咱讲赶紧来甲伊放松者，无论是真正到秋冬季的时阵，疫情若搁再起，咱可能这个喙炎就永远摕袂落来。先来请教周医师。 是，咱这个黄立明黄教授伊有讲咱即马因为挂手咱已经挂差不多年外啦所以咱这一寡流行性感冒啦，一寡肠病毒啦啥拢囡仔人迄种真少啦是。伊有提出一个理论叫做免疫的或者负债啦就是讲你欠债啦这本来应该得的病无得啦即马变讲若讲病毒来的时阵你变到会变讲更较比以前更较厉害的对啦所以迄个咱爱去注意讲，像讲咱即马开始咧做这个迄个流感的预防下啦咱10月初开始做迄工会副会长迄讲嘛讲哇足少人来做的啦工会足少的啦因为对，因为我有看即个咱咧报道内底讲足少，阮伫诊所其实工会的嘛较少啦自费的人因为伊就是家己要出钱的，所以意愿会较悬所以咱有可能有较放松去啦那有的人阮去有遐去支援讲去社区啦比如讲迄里长招人来做嘛迄有时以前去做一场400-500个啦顶礼拜去有时做200个几个尔结果这了钱啦，为啥？如传迄个医生啦，传迄个护士，传遐个人去是要住500-600个人，因为你去爱互伊费用嘛，其实这嘛是咱爱较注意因为咱若要松透一下这代志嘛是爱甲做好势，该做的预防下爱做好势莫讲我即马喙炎要摕落来，我其他佫毋做，佫看到讲有靠好药迄是无共款的代志因为你即马若讲像讲正经的啦，咱旧年是较无讲流感有流行，你若讲流行落去咱会毋知影讲这到底是啥物呢？以前咱伫流感的时阵，咱伫诊所、伫第一线、伫咧门诊的时阵，咱会使做迄个快速采检。咱即摆若讲要做 COVID-19 快速采检，一个诊所是无法度通做的，因为你要有一个空间啊现在迄个无法度做，因为你若做出来时可能这规个大家拢爱隔离啊。所以若有可能的咱会去转去社区的采检站还是讲去病院内底迄个独立的空间才会使做。你即摆来讲得到即个流行性感冒的时阵，咱就讲这到底是毋是？镜头拢真像嘛。以前咱会使做一个讲，咱吸流感健好甲讲落去就好即摆都煞无法度，所以咱爱真细腻咱即摆来讲较松透咱指挥中心讲好，咱即摆较开阔的所在，要互咱摕落来，互咱松透一下咱当然何老师安尼讲嘛是有道理啦因为咱顶届迄个讲突然间第二塔个幼稚园个出来，你嘛毋知影当时会流出来咱是讲尽量互莫互流出来。咱旧年收遐侪工，收遐尼几百工嘛是无流出来，尾仔嘛是有流出来。所以咱永远要有准备讲一定有破线会出来，鸡卵佫较胖啦对，所以咱这该做，咱嘛就要呼吁咱的观众朋友啦迄有符合工会的迄个爱做流感的些赶紧去做啦，莫安尼讲想讲反正旧年敢若讲会较无流行着今年就讲放松去，佫开始佫要脱喙炎若去染着有时咱伫咧临床上要去判断会增加即个困难啦。OK，
啊你若增加困难的时候，有时啊，就会变讲吼，毋是讲伤过头去，大家拢送去做采检，迄嘛毋对，大家拢无去讲用迄一般的药啊来做处理吼，惊迄吼有诶镜头疗，迄个病理疗无对啦吼，所以这吼嘛是真重要吼，因为阮伫咧诊所吼，其实嘛是迄个公费吼，听讲吼，咱嘛是讲每一间拢注足少的吼，伊讲记者就敲电话来问啦，迄个报道出来时候嘛有多访问到迄个副院长啦，伊讲本来。头一天是600个，即摆剩60个。60个啊！迄内底迄个中央社的记者是安尼写，所以吼，阮即摆可能吼，阮的医师公会嘛是有讨论这个问题啦吼。可能咱嘛是会徛在咱医生吼、医师吼、咱的团体的吼，可能嘛是会办一个活动，还是讲招政府啦吼，咱来呼吁大家吼，讲吼，即个。唔通放松，毋是讲即个病敢若有 COVID-19 尔，啊，有其他的什么病吼，伫咧秋冬会流行的吼，旧年无，并不代表讲吼今年无，嘿对，啊若出来的时阵会足麻烦。有影，咱头拄有讲着吼。即阵虽然咱吼专心专力吼咧对抗着 COVID-19， 但是也有真济吼将这个流行这个病毒啦吼，也伫咱的这个社会。啊，即阵咱搁要吼甲这个喙炎剃掉的时阵，就亲像咱吼这个理事长所讲的吼，啊，搁有这个就医师所讲的，咱讲这是咱讲防疫这个负责吼。买手咱真正来甲这个物件剃掉了后，咱是毋是才吼这个镜头，还是讲其实过去无压起来病会趁即回啦吼，所以这是咱爱去防治系这个所在吼。啊，咱嘛讲着10月初5开始啦吼，有伫咧社交前提之下，毋免搁挂喙炎啦吼。啊，但是咱讲吼，上山落海毋免治吼，但是有诶这个空旷的这个定义，真歹去定义啦吼。所以副院长你安怎看咧？最近足侪即个媒体来甲我问讲，啊，什么时候才会使甲这个喙炎会使摕落来？啊，我甲讲，啊，其实你嘛挂了习惯啦。有影。我讲吼，即马即个什么时候会使甲这喙炎慢慢解除吼？我想讲，为国家的即个政策去看吼，就是讲我感觉上无就是讲，咱两剂上无爱注90%以上，可能有这个机会。因为咱都知影种即个 Delta 病毒来讲，伊都无群体免疫嘛。是。啊，无的时阵。伊的来时一定会去感染到无注意防下的人，啊无注的人，伊就会搁甲这个病毒去传染到已经有注意防下的人，产生突破性感染嘛。所以讲，你若是要漂那边这感染，上好的办法就是讲除了注意防下，啊，就是 NPI 就是挂在喙炎，这是上明显的一个代志啦吼。所以我感觉讲，就是讲第一为国家的这个政策来讲，上无是9成以上，可能咱会使慢慢解除这个这个挂喙炎的这个口罩令啦吼。啊，当然为即使有一天咱拢90%以上，大家拢做完2剂了后，啊，是毋是迄当阵咱都是甲即个喙炎摕落来？我感觉嘛无需要。虽然迄当阵国家可能慢慢的放冷去，但是咱个人来讲，咱即马慢慢的这2年来吼，咱挂喙炎已经变做咱台湾民众的生活中的一部分啦。吼，我要讲就是讲，咱这2年来抗疫的抗这个病毒的才成功，就是咱 NPI 吼，这挂做喙炎挂甲足条的吼，所以保护咱袂。即使有病毒咧来，咱嘛使减少一半的人被感染掉，这就是一个 NPI 的措施，也意义在这个所在啦吼。啊，我咧讲的是讲，其实挂喙炎唔是干那要保护咱无互这个 COVID-19 感染，所有甲呼吸道有关联的这个病毒，喙炎挂起吼，伊都袂甲你吼，大家拢会使避免掉这个呼吸道的这个病毒的感染的这个状况，所以这是咱台湾公共卫生一个真大的一个进步啦吼。我甲大家讲一个例就好啊吼，咱会记得咱。超20年前吼，迄个骑机车拢免戴安全帽嘛，迄当阵无强制嘛，啊，大家应该会记。迄当阵我咧病院的时候，我就印象足深刻，就是讲吼，一天有时拢两三个迄个咱少年朋友骑迄个奥多麦，啊，无挂这个无这戴这个安全帽啊，叫头部外伤上来病院啦，开刀，哦，一天有时两三个呢，真严重。但是你看，咱要也强制，每一个人骑机车拢甲安全帽啊戴好，戴好满，啊，即马吼，这神经外科。这开刀的医生就失业啦，因为吼无人会个头部外伤啊嘛，迄个严重度就减轻减侪足侪嘛吼，所以我要表达的就是讲，咱即马这个喙炎已经变做咱生活中的一个习惯的一部分。就算有一天，咱大家拢做完2剂啊，国家讲啊恁即马吼除了某一寡场合爱挂喙炎，其他拢免挂，你家己嘛要有一个判断。譬如讲我举例来讲。大众捷运系统，坐这捷运，我看吼，迄种不特定对象，你上好喙炎嘛是挂好掉。第二，每一年的流感季，对，这个秋冬来的时阵，吼，秋天甲冬天，这两个季节就是上容易病毒传染的这个季节。你上好家己嘛是喙炎小大一个保护咱家己嘛吼。所以我慢慢就讲。
即使有一天国家这个口罩令慢慢的解除，咱家己就要变做讲要挂喙安无，你家己要去判断，因为这是对你家己健康的最好的一个保护的上好的方式之一啦。是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其实这个要挂喙炎，无爱挂喙炎，当然是有一寡这个场所一定爱来强制来去做一寡吼，这个限制伫咧吼，像老多啊，这个副议长所讲的吼，这个做。这个吼大众捷运系统的这个时阵，咱讲吼拄着就是无特定的这个人数啦。啊，若是咱讲吼伫咧处理内底，吼真正会当较放松，啊是讲真正较偏远的这个所在，咱嘛会当吼豆来去放松。但是吼到底是毋是亲像讲这个瓜市长讲的，讲主安两当下，咱就会当免吼拢免去挂这个喙炎。其实副议长嘛有讲着一个重点，迄是爱吼甲这个高城啦吼，真正咱讲咱注意方式这个吼比率爱真悬，但是咱讲头拄啊，这个数字来看，伊还佫有一段距离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其实要挂不爱挂吼，当然有正确的这个考量，但是未来吼到底要挂吼，其实咱讲的喙炎就是真正防治吼一个真好的这个工具，伫咧安怎的这个 MPI 当好好啊吼，会来去做一寡这个防治啦吼。另外咱嘛讲到吼，10月初讲吼，也是有一寡这个吼休闲娱乐场所会当去开放，咱这过去嘛有讨论过啦吼。但是咱讲到吼，这个 KTV 吼同款吼，干那食水以外，吼专程爱来去挂一挂这个喙炎这个部分吼。另外咱讲到吼，这个所有的这个咱讲政策啦吼，拢总有一寡可能你会挂万漏一啦吼。啊，有人就讲话你的这个政策吼，真正是无人性等等的。但是咱讲吼，这是防疫的这个必要性吼。今日非常感谢所有来宾吼，甲咱吼讲到这个疫情的部分吼，感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咱再会，感谢多谢。